继续关心汉光演习，昨昏伫北里沙埔进行反敌陆操演，不过因为风台关系，有取消海面上的兵力演练，也有部分空中的兵力演练。另外一边的台北港是进行防卫演练。咱总统蔡英文有到现场去视导，伊是强调讲，要互全世界看到咱台湾要守护家园的决心。 反印敌军的 AAV7两车突击车向北里北堤海沙埔发起攻击。敌方阿帕7直升机为空中向地面防守部队进行火力攻击。面对敌人登陆，周边的国军随做支援，发起反攻。在烟雾弹的暗号之下，小军人员为分8架车冲落来。 发起地面的进攻，M60 A3战车远途射击，202机炮火力压制，阻挡敌人继续爬过来。陆海已经进入海滩。陆军航特部直升机入场，对敌军做最后的火力扫射。汉光39号演习的第4天，在北里海沙埔进行反兵力操演，因为风台的关系，取消海顶的兵力，甲部分空中的兵力。 总统蔡英文也亲身去现场督导相关的设施。这次的演习让国人也让世界看到我们守护国家的决心。防卫大台北中区，除了北里的海沙埔、淡水河口，嘛是防卫铁三角的台北港，是进行主要港口防卫演练。敌军乌鹰直升机降落，敌军部队要来抢台北港，双方展开激烈的攻防。 咱国守备部队运用火力压制、控制局势，消灭爬过来目标。国军强调讲，演习都是为了验证部队战训的成果，甲国土防卫作战的效能。今天我们的两岸的情势，或是我们面对的军事威胁，都非常的清楚。我们会尽全力来防卫国家。透过这些演习啊，我们更有信心，对于这个守护乡里或防卫国家啊，我们官兵都会全力以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